来继续来看这郭台铭昨到高雄，甲企业界来交流。伊讲投资核电是趁钱的产业，伊提议会当伫高雄的半屏山来设置着小型的核电站。这个想法马上佫引发着讨论咯。郭台铭昨深夜紧急发文章来回失礼，再去一透早到屏东拜访议长，嘛无佫讲到这件代志。民进党批评郭台铭是韩国瑜2.0，爱伊好好做功课。国民党是替伊讲话，讲未来这能源的政策，中央应该都爱讲好清楚。半屏山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嘛呢，在半屏山底下搞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做一个小型核能发电站。现在投资核能，绝对是一个对的行业，赚钱的行业。就是这个伫高雄半屏山设小型的核电站，这款的谈话和高雄人挡袂牢。今日一名郭台铭赶紧写文章回失礼，再去出现伫屏东，拢无讲。谢谢局长，半屏山可以盖那个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往前哦。记者在讲到半屏山尔，边个无聊，就替伊动。郭台铭顺这个势向前行，敢有回失礼有听到无应？半屏山的要不要？你是要道歉吗？小型核电站，我想非常的不恰当。高雄人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。讲到了所谓的挖石油等等，都形成了笑话。我们希望郭台铭先生不要成为韩国瑜2.0。那立委伫批评，这个这个郭台铭，敢是因为情势危急乱了方寸？他是不是因为最近觉得好像要被国民党做掉了，所以开始发言都胡言乱语，走偏锋？半屏山是国家公园，想要在国家公园盖核电厂，天方夜谭的言论。有没有缺电这件事情，我想政府应该出来说清楚、讲明白。能源政策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？中央政府必须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国民党议员是替郭台铭咧讲话，郭台铭去一座高雄尔，讲出半屏山起这个核电站这个争议，批评且回失礼，恐惊也未当互高雄人满意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